阿爺，我應承你，我一定會揾佢出嚟報仇。我負責嘅咧就係兩個古仔，一個咧就係叫請仙，另一個咧就係叫做最後空步。全部人都嚟搞我哋，我要你哋死啊！而裏邊嘅牽連咧就係將一個30年前嘅謀殺案裏邊最關鍵嘅嘢話俾大家聽。上咗你身，成功去咗陽間，揾出當年殺死自己嘅真正兇手。香港轟動嘅紙盒藏屍案，並唔係你哋以為咁樣嘅。你哋知道件案嘅來龍去脈咩？我唔係梁思浩，我要你仔神。你先係殺我兇手啊！我一定要報仇啊！我係馮麗琴啊！我死去到司徒展華，做咗30年嘅冤獄。10集嘅大空步，10個故事，10段嘅恩怨情仇，10種嘅因果報應，我哋會用最靈異嘅角度去剖析最息息相關嘅故事。我係梁思浩，主持咗靈異節目10年，總有幾個故事令到我好難忘、好心寒，而呢個係我自己嘅故事。問佢點嚟啊？出事啊喂！我死咗啦！我一擘大眼就已經喺呢度啦！呢度有鬼啊！師傅，你冇雞見鬼啊！你一見到未啊？梁思浩做咗好多年嘅靈異節目主持，老實講，咩奇怪嘅事我都見過晒，但喺我心裏邊一直都有個質疑：亡者已逝，其實為咗拍電視節目而刻意撩鬼，對亡者嚟講，咁係咪一種尊重呢？就咁樣啦。咁你點啊？係啦，跟翻呢度，跟翻呢度。嗱，思豪好簡單嘅啫，師傅喺度實冇事嘅。嗱，陣間咧，師傅就會同你開眼，然後咧就會喺你身邊起個結界，你就坐喺中間喺度開始玩碟先。呢間學校出晒名猛鬼，今次效果實掂啦。我不犯鬼，鬼不犯我。唉，你哋咁樣刻意撩鬼咧，對啲亡者好似唔係好尊重啊，唔好啦。唉，思豪，其實你都明啦，我哋都唔係有心冒犯啲鬼嘅，只不過揾食啫。思豪，咁我而家同你開眼噶咯喎。唔 OK。嚟 good， 最後一次啊 good， 好 ，OK， 而家開眼。好，咁你阿師傅你就幫阿師傅開個眼先。OK， 天黑之後咧就開始啦。OK。天為30教，地為72教，教教有靈，教教有靈。左轉天地動，右轉日月明，鐵杖橫打過，中間一點化為神。戚。OK， rolling， 5、4、3。今晚呢集，我哋嚟到香港荒廢咗30年嘅猛鬼學校做直播，我哋亦都會用請仙嘅形式，將呢個學校嘅所有靈體請出嚟，而同佢哋接觸嘅。喺日戰時代，呢度係亂葬崗，
亦都有話有位少女叫黎妙雪喺呢度玩碟仙之後失蹤，傳聞佢遭遇不測，喺度陰魂不散。我哋今晚睇下請唔請到佢上嚟。碟仙，誠心邀請，請你到位。未有動靜，繼續做。碟仙，誠心邀請。